强守上帝话，咱今仔要读的圣经在是咧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全部啦咱有早圣经会当先开79面，若无会当看头前的投影片咱就慢慢读无要紧好，准备好未？好啊来，以色列出埃及地了后，第3日，有拄迄日，因甲西奈的旷野，因离开天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伫旷野战营。以色列人就伫迄个山下边战营。摩西上到上帝遐，耶和华对山里叫伊讲：你着安尼哪个家讲，通知以色列人知，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，恁拢看见，搁看见我怎样亲像因鸟的回礼，看恁来归于我。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伫列国中，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，因为全地拢是我的。恁要归于我，做祭司的国，做圣洁的百姓。这个话是恁所着以色列人讲的。摩西来调百姓中间的长老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伊的话拢摆列伫伊的面前，百姓拢同声应讲，见若耶和华所讲的，完美顺合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耶和华甲摩西讲：看，我要伫云的中间明告你，互百姓听见我甲你在讲，通永远胜利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甲耶和华讲，耶和华搁甲摩西讲：你去百姓遐，今仔日、明日，甲因分别做事，因也着洗衫，着披斑边，赴第3日。因为第3日，耶和华要伫众百姓的面前降临伫西奈山，你着伫山的四围，甲百姓说界限，讲：恁着谨慎，毋通上山，也毋通摸伊的交界。你若摸即个山的，的确着互伊死，毋通用手摸伊。就用石头钉伊，也是用钱射伊。无论是人，也是猩猩，拢毋活。到扫角一声大长的时，因就上来山骹。摩西落山到百姓遐，甲因分别做事，因就家己洗衫，对百姓讲：着披斑边，赴第3日。毋通真困妇人人。到第3日天光早，伊山顶有雷动、雨若甲乱云，搁扫角的声真大，营内的百姓拢摇摇喘。摩西带百姓出营盘，依敬上帝，因拢徛伫山骹，从西奈山拢是火焰，因为耶和华伫火中降临伫山顶，山的火焰呈一团，亲像会现山大顶动，扫角的声哪弹哪大。摩西讲话，上帝出声应伊。耶和华降临伫西奈山，伫山尾溜。耶和华叫摩西上山尾溜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落去警戒行了因创过界，到耶和华家来看，至到因侪人死，
妖花的祭司也着家己分别做事，听了妖花夫人出来拍伊。摩西对妖花讲：“百姓袂话上就爱说，因为你已经境界讲，就山的四围设界限，分别做事。妖花甲伊讲：去啊，落去，你着甲阿伦叫来，独祭司甲百姓毋通上过台，上到妖花面前。听了，伊忽然出来拍伊，说就落去到百姓遐，甲伊讲：好，今仔咱们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选民啊，上帝的选民。以下时间，咱请郑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，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，咱三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你上帝，阮即时伫你面前，搁再一摆安静阮的心，要对你的话三较直接实。赐开你的话，互阮伫生命中更加清楚明白，阮甲你中间搁较亲密的关系。也透过阮伫遮对你的话的明白，更加伫遮谦卑敬拜伫你面前。靠你的神啊，充满伫阮，互阮内在用神用敬拜来敬拜你。当然，其实要对你的话三较实，看你开阔阮的心眼，互阮专心听谈。阮只要对你的话三较实，大声祈祷，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这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这几礼拜，咱的新眼光已经来到出埃及记吼，有咧读无啦？爱读吼。出来记的记载，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熟吼。若讲有读，也是有咧了解。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寄居伫即个埃及地几年？400年，我想咱拢真清楚。啊，因为生养济济，咱像一个民众来伫一个国家生养济济，是会对即个国家造成啥物威胁？有惊吓无？会惊。所以埃及人因为惊吓。所以安那就将以色列人拢总安那，甲当做奴才，逼因做因安那服侍因的工作。更较严重就是将这个查甫婴安那，迄伫倒位尼罗河，企图互以色列人灭种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上帝记得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约，所以就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当然咱知影。遮尔多即毋免工钱的奴才吼，劳工，啊，忽然间拢要叫伊出去，即个地主还是讲即个主人敢爱？我相信，我相信公司的头家若请一个员工啊俗，啊，搁啊熬做吼，伊敢要离开？我相信若毋肯互离开啦吼，这是咱拢会当知影。所以遮尔多免费奴才，伊哪可能会离开？所以咱知埃及王因为因硬心抵到上帝降落啥物10个灾害，伫遐来处罚埃及人。这10个灾害，就是要埃及人拢知影，以色列上帝是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伊是真活上帝。所以埃及人因为安尼生，不得不互以色列来离开。以色列人也因为看见遮尔多的新历技术。伫遐来顺探上帝，兄弟姊妹，检测有人会讲，这段发生伫3500年前以色列的历史，甲今仔日的我有啥物款的关系呢？兄弟姊妹，咱会知影，历史是过去捌发生的事实，所以读历史会当诚侪咱人生的照镜，因为人生只有一摆，无法度对头来。如果咱若袂当对历史的中间学习了宝贵的教示，为了家己找出一条正确人生的道路，那呢，咱若一再伫安那，行上冰车的老路，不断的陷入伫历史的悲剧内面。所以3500年前，以色列人安那勇敢，
挣脱这个埃及做奴才的这个命运，为了家己的子子孙孙创造一个全新的命运，对正做上帝的选民。当然啦，甲上帝立约，当然甲上帝立约了后，因就安那，甲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上帝安安白斗阵，伫安那安安白斗阵。上帝就是因的上帝，因就是上帝安那，因就是上帝的选民。这亲爱兄弟姊妹，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，你就是你选择的结果。无同款的选择，决定无同款的人生。所以每一个选择，拢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过去你所做出的选择，塑造了现在的你的生活方式。你现在的你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，也决定未来的你要过怎样的人生。所以求上帝爱帮助咱，伫每一个重要的选择顶面。毋是我个家己的聪明智慧，乃是谦卑来到听咱的上帝面前，恳求这位恩典的主，想出咱有智慧的心，会当做出上正确的选择。有人问讲，上帝为什么特别拣选以色列人做伊的选民呢？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是毋是同款有这样的想法？上帝为什么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成做伊的选民呢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知影上帝听是普世的，伊的恩典甲慈爱是世间人所有的人伫遐显明的，伫遐真明显甲显明出来。只是有人选择相信，有人选择安怎毋相信啊？有人选择相信，有人选择毋相信，有人选择冷淡。藐视无回应，总是有人选择愿意用具体行动伫遐来回应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，伊选择相信，并且愿意用具体行动伫遐来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甲应允。所以遵照上帝的吩咐，离开伊世世代代徛起的故乡。5年，顺探上帝的引带，来到上帝所应允小事要予伊的迦南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信心。咱知影信心是选择的第一步。你相信什么，你就会选择什么。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凭着信心，相信上帝的应允，当伊选择愿意听探军队。并甲上帝立约，就决定了伊的子子孙孙将来命运。因就是上帝的选民，兄弟姊妹，今日恁伫这条信仰的道路顶面所做出的选择，也会影响到你的子子孙孙。亚伯拉罕的信仰不但帮助伊家己活出尊贵不有的5万人生。也帮助伊的子孙伫艰难困境的中间，会晓来到上帝手宝座前，伫遐求上帝恩典，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帮助，因安尼生逆转因的人生。对卑贱的奴才，埃及的奴才，真做上帝宝贵的产业，真做荣耀的以色列国。请问？你的信仰是毋是帮助你看见家己的尊贵价值，并且活出生命的美好甲丰盛呢？兄弟姊妹，上帝选民就是咱所讲的天选之人，上帝特别拣选的人，当然真做上帝的选民，是种非常荣耀尊贵的身份，总是。同时也代表着责任，甲必须付出代价。只有肯担当责任的信心，甲肯付出代价的勇气，才配得称作上帝选民，这荣耀尊贵的身份。如果咱也无愿意承担责任，唔肯付出代价，就无资格得到这个尊贵的身份。譬如讲，咱伫这个社会上。
医生是普遍互人认为上尊贵高尚的身份。做要真做一个医生，敢有简单？我甲咱讲，无啥简单的。为什么？伊必须要通过一摆搁一摆严格的考试，也必须累积充足的丰盛的学习，甲临床的经验，才会当真做一个真正会当救人的医生。兄弟姊妹，这个世界并无这个无需要付出代价，就会当得到想要有的物件。你想要得到什么？你想要真做什么款的人，你就必须付出代价。咱若想要真做尊贵、有价值、有影响力的人，就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。若无咧，你真容易让人看破骹手，拍回原形。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，为什么会被称作信心的老爸咧？其实，伊甲你、甲我拢同款，伊欢喜过着这个舒适的生活，拄着困难、危险，伊也想要逃走。咱还佫会记得有捌2摆，2摆讲叫做卖某做大舅嘛。遮尔软只软弱的亚伯拉罕，伊怎会当真做信心的老爸咧？确实，亚伯拉罕有伊的软弱，有伊的惊吓，有伊的软弱。总是伊会晓将伊家己的软弱、家己的软只、家己的惊吓，带到上帝施恩宝座前。每一摆，当伊拄着艰难，伊就伫靠赖上帝。一摆搁一摆，伊经验着上帝真实的拯救，渐渐，伊的信心就愈来愈大，愈坚定，愈稳固。直到伊当相信伊所信的上帝。是要互死人国活，互无变成做有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信主遮尔多年，请问你的信心敢有持续伫遐咧进步咧、成长咧？咱评估看咱家己的信心目前到底伫什么款的阶段咧？什么款的阶段咧？如果你若还佫伫幼稚园、小学，也是青春期，你还佫是真幼嫩，时常互原始的本能，还是讲情绪伫遐来甲你左右，即款的信心，怎样会当承担起上帝所要交付使命甲责任呢？所以咱的信心来咱的信心就要增长，就要有更较多的明白，对上帝的明白。甲骄傲，所以更较无用。那每一天都要按照新安讲的读经本的进度，伫遐读圣经的经文，伫遐沉思默想上帝话语，互咱有更较多会明白咱的上帝，有上帝的话伫咱的心内，你就会心安定，你的情绪就会得到稳定。一个信心成熟的人。伊的情绪必定真稳定，无容易受到环境也是人为的影响。总之，这是需要刻意的练习，要通过一摆搁一摆的练习，咱的信心才会愈来愈进步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属灵的原则就是信心决定你的祝福。信心有偌大，你的祝福就有偌大。有偌深，当然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愈来愈重。所以今日咱要真做上帝所使用尊贵的器具，咱就要甘心，互上帝来磨练咱的心性甲品格。感谢上帝，伊知影咱的软弱，伊也知影咱的能力，伊是咱上好的导师，伊也带领咱着有价值。上水上好的人生，伫遐来前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出埃及记会当分做2大部分。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被救赎的百姓，
这是11章到18章。第二部分的主题是被改变的百姓，是19章到40章。兄弟姊妹，一人的生活习惯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真大部分拢受到原生家庭，还是讲你周围的环境所塑造。所以以色列人伫这个埃及已经徛起有400年久，已经真习惯伫埃及做奴才的生活模式，所以有养成这种奴才性。毋是一时半刻就会当伫遐来消除。以前因是埃及的奴才，现在上帝带领因出埃及，无搁再是奴才，是自由的人。所以对奴才到伫即个真正的自由的人，要一段真长的路，必须伫遐来行。所以上帝必须要灌纳因新的眼光、新的思想方式。我哋因的心思意念，重新塑造因的价值观、甲生活习惯。若无咧，奴才若做了习惯，伊就袂当做自由的人。那什么是自由的人呢？自由的人就是会当选择家己所想要的，会当为着家己的选择负责任，毋管所讲、所做、所行各方面。也就是爱为了家己的人生伫遐来负责，正如奴才毋免，因为奴才的所有，包括伊的人生、伊的性命，拢是属于主人的。今日以色列人对奴才到自由的人，这种身份的转变，毋是换一个环境，就伫遐会当来改变的。只要因奴才的观念、奴才的习惯无改变，无论行到倒路，拢是无法度为了家己的人生。负责任的奴才，今日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毋单单要恢复因身躯的自由，更加要恢复因心灵的自由。上帝要给因一个新的尊贵身份，对上帝选民，通过这个尊贵的身份，因为对服侍埃及人转换变成做服侍上帝。这位真我上帝人，兄弟姊妹，服侍欺压你的埃及人好咧，还是服侍听你愿意百般祝福你的上帝好咧？咱当然拢知影，服侍上帝好。总已经被埃及欺压惯死，咱一个句安那转袂过来，因为安那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啥？真极大的挑战，困难的选择，人真学得跳脱家己所习惯的事物。一旦习惯了，就好像伫遐若互限制，无做拢袂当。也因为安尼生，改变习惯必须爱改变思想意念开始，咱必须爱拍破这个强化型固定思维，建立成长型。创新的什么思维？所以今日圣经在出来记19章，特别40到60，上帝伫遮对摩西讲：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，恁拢看见，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翅陪恁，带恁来归入我。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伫咧国中，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。因为全地拢是我的，恁要归属归伫我，做祭司的国，做圣洁的百姓。这话是你所着甲以色列人讲的。这段圣经的经文，伫遮咧启示咱以色列人如何对埃及奴才转换变成做上帝选民。这一只有几项要甲咱大家来分享的。头一项改变是需要有强烈的动机。以色列为什么要想出埃及的？因为被埃及人欺压甲非常的凄惨，不但做工做袂完，还佫面临着这种灭种被灭种的危机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不到黄河怎样，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流泪，不掉泪。
不流泪。如果埃及人对伊若较好一点啊吼，完全啊，如果我想若主人若对你较好一点啊吼，啊，互你无安尼完全感觉绝望吼，你敢有想要出埃及咧？我相信无想人要出埃及。兄弟姊妹，人真习惯停留伫即个舒适的所在，伫家己习惯的位置顶面，感觉真舒适，真有安全感。总是习惯会舒适，就那像一滩的死水，袂流动，就会臭去。所以上帝无爱咱的人生，亲像一滩无活力的死水，伊会照着艰难的环境，修正咱懒散的心性，啊，逼咱向前行，互咱会当愈来愈安那愈成长，直到会当结出丰实的果子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感觉你的环境变甲愈来愈艰难，也感觉讲现在有人咧为难你、压迫你，而且咱爱知影，这个上帝咧甲你提醒，你得安那撑定你的筋骨，行出这个舒适的所在，互家己安那，搁再向前进一步来行。这头一项。第二项啊，爱有啥物？那就营造的眼光，看见远远目标有搁较水的价值。上帝那像营造，甲咱呐，甲咱背起来，安那背起来呐，背。咱怎呐背愈悬，就安那看愈安那看愈远。如果毋是上帝主动将咱背起来背。咱恐惊一世人就看袂到更较远、更较水的风景。我相信定出国的人，眼界一定安那，一定较开阔，对无？我想拢知影。无你甲人住伫这个所在，搁看咱甲咱遮厝边头尾一寡路口的新鲜的代志，咱拢毋知影。所以咱会当知影讲会较开阔，会当看到远、更较水的风景。因为咱目睭只敢若看到什么？滚滚的所在吼，咱甲鸡啊吼，看到小米小虫，兄弟姊妹，咱会像鹰鸟、老鹰，毋通做即个小鸡啊。老鹰的使命是看到属天的高度，更较水的价值，永远的国度，也就是活出人所有做人使命真正的尊贵甲价值，甲这细只鸡仔的使命咧，特别属地啊啦。这个事无伫遐甲你捆绑掉的，只敢伫遐担忧挂虑，每一工啦，是有通食，有通啉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拯救的目的，就是要提升咱对宝贵性命的认捌。只有看到长远的这个目标，认捌真正的价值的人，拄着困难，才会当坚持久长的忍耐。诚做性命的得胜者，所以伫埃及做奴才，无用辛苦一世人，拢是安那，拢是空夫的空夫。只有诚做上帝的选民，才会真实有份伫上帝的国度。请问咱的一生，敢要是伫即个所在空夫的空夫，一切拢是空夫，也是要进入上帝国度，享受上帝国度永远的福分的？所以无共款的选择，就决定无共款的人生。第三项，改变这个人生，就要对什么？对转念哦，转念这个念头开始，观念改变选择，选择形成习惯，习惯最后决定你的命运。以上从前习惯听从埃及主人的命令。所以结果咧，就被欺压剥削。现在出埃及咧，诚做上帝选民，所以伫遮在还是听从上帝命令，遵守上帝约。上帝遮真清楚的讲，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在你列国中，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，因为全地拢是我的。埃及人对以色列来讲，伊是无好的主人。只个欺压剥削以色列人，
上帝是好的主人，伊要提升以上的尊贵甲价值。请问，如果若是你要选择什么款的主人呢？我相信咱拢要选择咱的上帝，咱的主，要成做上帝的选民。第四项，上帝要祝福你的目的，就是爱你去安那，成做别人的什么祝福。上帝讲，恁要归入我，做祭司的国，做圣洁百姓。遐即个上帝拣选一个民族，伫遐严格训练因，乃是要互因正侪普世得到祝福的器具。所以圣经讲，恁要归入我，即个恁要归入我是属我的子民。即个原意是指讲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，表明即个意象伫上帝目睭中的价值甲宝贵。做祭司的角度，是表明通随时接近上帝，并且伫列国为着列国伫上帝的面前担任即个祭司中保即个重要职责，做圣洁的国民，会讲圣洁的百姓，表示安那因是被分别出来，分别做圣，为了要侍奉上帝，所以因的生活爱圣洁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用甲人立约的方式，伫遐来帮助人的生命不断伫遐来成长。当咱习惯用上帝眼光来看待即种人事物，不得不觉生命的本质就伫遐得到改变，变甲愈来愈亲像耶稣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。上帝选民这个概念，经历几千年的世纪，并无消失。到伫今仔日，依然伫圣经神学伫遮探讨的中心议题之一。对历史来看，上帝选民的对象，其实无应该只敢是犹太人的特权，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退缩，互上帝选民。已经即个普世、普遍的开放，只要你愿意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选民。总是，毋只是拥有即个上帝选民即个名称，会讲咱今日讲叫做基督徒哦，我叫做基督徒就好了。有即个名称就好，生命会安那会形甲质会改变。都要开始，以咱对这世界的影响，正因为咱本身这上帝选民的人脉伫遐靠顶中间，所以上帝选民必须按照永远活的角度，这个价值、这个观念来前进，让安尼生，可以当天开咱的心，和圣神来改变咱的心思意念。对伫新的一年，互咱会当突破即个困境，变化家己。正像保罗伫罗马人书12章20所甲咱讲的，无你甲即世间相款，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你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所以咱只要求上帝帮助咱。会当诚侪甲实际三符合的上帝选民，活出生命生活真正的水甲好甲价值，互上帝即个选民伫咱的生命中生活来，诚侪呐名符三符合即个上帝心意的即个选民意义。愿上帝当直接帮助咱，愿上帝当助咱。咱三同心来祈祷。主安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我一摆对你的话三下是主安知阮你的话顶面，快一摆有我深刻明白，阮要怎样来明白甲追求你，阮要怎样来切合你，阮要怎样来相信你，而你是阮生命中最大的宝贵，也是阮生命中最大存在意义。阮若无你，
阮实在伫这个生命人生中，阮毋知要怎样搁再行落去。所以有你甲阮三个弟弟，阮咱面对着种种的艰难、种种的挑战，阮向前来跑走。这是你伫阮的生命中，要互阮成长，要互阮伫信心更加仰望林捌，伫你最大、最可靠的保障甲训练，做可能搁来一摆帮助阮，会当晓悟伫你的真理，行在伫你的真理中间，三个实，三个分享，三个彼此勉励，阮的教会，真正成做符合伫上帝选民即个意义甲价值。为着主上帝你名来高举、见证甲宣扬，过来一摆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的祈祷，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